嚟到返工時間啦，要睇最新嘅交通消息。咁首先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九龍過香港，行渡船街南行線近富榮花園，用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3分鐘；而西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5分鐘。跟住轉睇下，行加士居道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，用紅隧過海交通繁忙，要8分鐘；而東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0分鐘。要預翻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跟住關心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大埔道近沙田馬場出九龍中西方向都係行車暢順，荃灣都係行車暢順，都係要用到8分鐘嘅時間。跟住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花園道落斜路暢通，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入口交通正常。干諾道中近交易廣場行車暢順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暢通無阻。海底隧道香港入口未算多車。皇后大道中近花園道路暢通。交通消息講到呢度。